即係呢啲機會對香港人嚟講係好少機會接觸到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學習，俾我哋點樣可以更加強啲咁樣，即係冇咁易俾人撞跌咯。我覺得香港是一個籃球氛圍特別好的一個地方。像香港的朋友們，他們那個日常的用語習慣，他們語音語調給我一種很溫柔親切的感覺。我真係希望你哋除咗籃球嘅技術練得更好咧，大家友誼嘅競賽之外咧，深化你哋嘅友誼，促進我哋呢個全民運動。我亦都希望喺比賽場之下，大家能夠互相學習，加強交流，感受彼此嘅文化，深化家國嘅認同。可以用喺球場上嘅激情去迎接挑戰，用開心同包容嘅態度去擁抱世界，同埋希望經過今日咁開放嘅態度咧，喺交流上面一齊去成長。如果係水準比較高少少嘅，或者比較刻苦耐勞嘅同學，安排佢主力係第一站去內地交流先，或者有機會去台灣地區度亦都會去交流。